大家好，今日俾多個大規模戰12萬分隊伍大家選擇，都係以開發機為主力，普通 UR 人，即刻睇睇隊伍先。一隊係 SEED 機，所以陣容配置不變。二隊今次用電光石火隊，呢隊步藍用花園泥，主力係夜鶯、達米奧利萊。今次落一部流星自由青卒，呢隊完成度唔太高，但都夠打12萬分，跌滿北就梗啦。咁我哋開始啦。首先行動前，除咗米奧利內，其他機師記得開增傷。步流星自由行到最出嗰粒核彈前面，殺一隻卒之後，開 map 炮清卒機。Zeta 跟男企左邊打中間部盾機，引最邊嘅兩部盾機開防禦支援，配合埋流星自由殺最邊呢兩部機先。逃がしはしない。白色要企喺對正 GP02個位，打02對落部盾機，因為隔離部機會開防禦支援過嚟擋。當你殺咗佢之後，就可以開 map 炮清卒之餘，再減埋部02防禦。剩低嘅機集火部02，目標要擊殺部02先。滿血夜鶯企上一格，分擔下一陣部獵殺嘅攻擊傷害。下面戰區一樣留3部機，方便一陣用嚟移動上去目標位置。そこか。左手邊戰區同上一條片一樣，都係自由高達企上去呢最前粒核彈嗰度，打下面嘅卒機，之後呢就開 map 炮清晒啲機。邪魔をするな。今次正義企到最前，打部瘟神。今次全隊可以向前行，清咁啲卒機，同埋殺埋部瘟神。そこをどけ。よしてください。
決鬥清3隻卒機，企到最近部禁斷嘅位。逃がすか。敵方回合用正義擋完兼打斷部禁斷嘅進攻，今次部決鬥可以隨便清卒。創建突擊行到部禁斷正上方，殺咗右上角子卒之後開 map 炮減禁斷防禦力，其他機清埋啲盾機。今次兩個戰區嘅機，尤其支援機，都要行到可以照到部禁斷嘅位置，因為一陣要集火部禁斷，輸出要 max。やめてください。下邊戰區，所有人開增傷之後，盡量企到可以食到米奧里內個技嘅範圍，之後企去可以照到禁斷嘅位，準備一陣支援攻擊。夠力夠步數清卒嘅，就清埋啲卒佢。吹き飛べ。これは私の喧嘩よ。一気に殲滅するぞ。動きが見える。あった。逃がすかよ。
落ちろ。邪魔をするな。外しはしない。決鬥發動攻勢先，配合埋其他機場 debuff。夜鶯同其他支援機全力輸出就得啦。沈め。一樣過12萬分，今日段片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